台湾逐当拢需要大量的免疫球、卵白质来治疗像动静肌无力这个免疫系统的病症。也这款药啊呢是用人血来做的，目前有一半是要靠进口。食药署就表示讲，未来会提升国产的比例，达到100%台湾家己做。安尼生哦，唔来当降低感染的风险，嘛愈下咱台湾人的体质。 柯小姐因为有动静肌无力，直直出现四肢无力、喘气困难、讲话讲袂出来的问题。后来做一款用人血做的药品，或者免疫球、卵白质。这款药啊，伫咧新冠疫情期间有摕来治疗动静，也会当治疗免疫系统的疾病。我的状况无好的情形下，你就爱搁用 IVIG 来治疗，伊的速度会慢慢啊，互你恢复。 啊，你会当恢复，甲像我即摆安尼，就是甲正常人同款。不过目前伫台湾免疫球、卵白质有一半拢是靠国外进口。食药署表示，这款药啊是用人体血做的，若是对国外进口，可能会增加感染到外国传染病的风险。为着要确保用药的安全，食药署计划提升国产的比例，做到100%拢是国产药啊。有一些紧急状况的话，还是要有国人要能够有自制的能力啦，才能够给我们自己国人来使用。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很明确，就是要推动国学国用，然后自给自足。关于血浆制剂的这个部分，卫福部食药署希望我们能够提升这个自有自足率，就是由国血制造的血浆制剂，比如说刚刚的 IVIG， 能够从现在的不到5成，能够提升到未来能够向8成甚至100%来满足。医生表示，用台湾人管的血来制药，较符合台湾人的体质，嘛较无副作用。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，若是要提升国产药的比例，就需要有稳定的捐血来源，所以特别出面鼓励民众加捐血，把捐血当作习惯，帮助政府完成免疫球、卵白质100%国产的目标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